向前看，因为有你来看顾我。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生活中有风雨，也会惊惊，我知影你伫这，有你做。各位兄弟大家早，大家平安。咱要来开始咱今日的耶利米书第50讲的讲塔。今仔早起，咱要来请李主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互阮有一个好困的暗暝，恢复阮的身体、精神，互阮伫困眠得着饱。感谢主，享受一天清早起的忙，伫目睭舔几个时，阮的心情就向你献上懊恼赞美的声。阮来到你的面前，用主的话徛在新的一天，求主拍开阮的心，重新伫你面前祈祷，我靠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多谢。咱伫耶利米书的最后对46章开始看伫上帝对列国的审判遮的预言，特别通过加上巴比伦安尼拢总是10个国家民族，然后拢是伫即个耶路撒冷四周围遮个国家，对埃及开始，然后摩押，然后即个阿门、以东，然后是即个非利士，叙利亚、哈索甲基达，然后叫伊兰，最后是对即个巴比伦的审判。咱看见上帝伊所要做的代志，拢讲大心，拢早就定着，这是上帝伫圣经内面一个真奇妙的预言。无有一个生命会当亲像上帝安尼将列国、各国所要发生的代志，拢讲伫大心。即个巴比伦王伊对尼布甲尼撒开始来即个新巴比伦帝国，然后伊坐位43年左右，然后交互伊的囝，佮交互伊的囝婿。最后，佮交互伊囝即个两个即个囝婿甲伊个囝甲两个囝婿，所以咱看见到最后一个王是拿坡尼度即个拿坡尼度呢，佮要放互伊个囝是伯沙撒，这经来到伫但以理，所以但以理呢拢在位所以对尼布甲尼撒开始，但以理拢伫即几个王的边啊，咧甲因做因的帮战所以咱读但以理书的时阵，就看到但以理甲这几个王的中间所发生的代志。最后这个巴比伦王巴比伦帝国是伫主前539年，古列就是波斯来攻打巴比伦伫西历阳历的10月初。伫巴比伦的东北边，底格里斯河拍赢，然后因是波斯人对幼发拉底河的河水改道，因为这嘛是上帝所定着，因为巴比伦城非常的高，非常的坚固，迄个城门会当有战车，底下来顶悬咧跑走，所以因改从水道进城河道改道，所以10月13，巴比伦就投降。这历史的希腊历史的资料显示，表示讲这个巴比伦王呢狩猎最后人质，最后这个王拿坡尼度。伯沙撒呢，是这个但以理书中间有看到的，然后最后是死伫这个巴比伦王，最后死伫波斯。上帝通过巴比伦来教示遮的列国，总是巴比伦家己嘛爱受上帝审判，上帝教示，所以伫主前539年，马代巴比伦被波斯马代来毁灭，所以圣经中间讲到巴比伦呢，巴比伦通常拢代表是负面的意义但是咱会看到伫但以理书巴比伦甲上帝中间有真侪配合的所在。但是最后巴比伦伊无把握甲上帝配合的这个机会，最后嘛成做上帝管教教示甲毁灭。所以巴比伦的信息伫圣经对创世纪到启示录拢会提起着。今日咱的主日礼拜嘛会特别用巴比伦做一个主题来分享。咱对46章一直到51章看到上帝对埃及、非利士、摩押、阿门，然后咱昨看到是对以东、
阿文、以东、叙利亚、基达、哈索甲伊兰，这个国家有言。但是在列国中间只有4个：埃及、摩押、阿文甲伊兰，上帝有应允因受掠，又还要倒转来。今日要来看的是50章甲51章哦，这是耶利米书内面最长的2章哦。上长的是51章，第2长的是50章，第3长的是48章。所以耶利米书要读真无简单哦，对开始这个读到要结束，拢是非常的无容易来消化。总是求上帝帮助咱。巴比伦，伫这个50章内面，到51章，咱甲分做这几段。今日的50章的10到20节是预言巴比伦要灭亡。21节到32节是讲明上帝因为巴比伦的骄傲，对巴比伦来审判，甲咱所看列国拢同款。33到46节是上帝搁一摆来责备巴比伦。然后明仔载51章，咱就继续看后壁，对巴比伦这预言，甲上帝对巴比伦要安怎样来对待，要安怎来毁灭。咱即摆就来读今日即个第50章的部分咯。请即个秘书长啦传咱来读即个耶利米书第50章，请对第1节来读到第10节1到10节。下面是关系巴比伦甲巴比伦人的罪。上主通过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就伫列邦传播，伊宣告，就采大旗，列邦宣告，毋通隐瞒，就讲巴比伦伫咧沦陷啦。因的生灵比咧话真见效，马杜克就真惊，因的身上拢真见效，因的偶像拢就真惊。因为对北方有一国要来攻击巴比伦，要互伊的地拍远，无人搁伫遐徛起，连亲生嘛走了了。上主讲，时若到，以色列人甲犹大人要做伙，哪行哪好来找上主，因的上帝，因拢明应谢安，要问要去遐的路，因要来甲上主立永远的约，甲伊结连。我的子民变做四迷的羊，因的牧者带因行迷路，互因活入去山内。因对大山行到小山，找无家己的羊条，拄着因的要甲因吞食。因会对伊讲：阮安尼做无罪，这是因为因得罪上主，就是因真正通按着的所在，嘛是因列祖所毋望的上主，就离开巴比伦逃走。拍出巴比伦人的地，亲像山羊港走伫羊群的头前离开。我要发动北方大国的联盟，做伙来攻击巴比伦。因要带兵进攻，甲巴比伦城攻破。因的箭亲像熬射箭的人所射的箭，逐支都射着目标。巴比伦为互人抢掠伊的，拢抢甲心满意足。上主安尼宣布。多谢对巴比伦的预言，耶利米，伊上帝，互伊用2章来讲上帝审判。这个上帝一开始就是宣布讲，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将来是列邦列国，是万国，拢爱来宣扬，所以这变做是全世界，拢在看会到的代志。然后提起是巴比伦的神明，比列甲马杜克，这两个神明拢是巴比伦的神明。伫以赛亚书第46章，原来有讲到因的名，因是巴比伦的守护神啊，是咧保护因。但是连因所信的、所拜的神明，一个是守护神，一个是日神，但是呢，因拢拢真见效，拢着生惊，因为因呢无法度保护家己的子民，所以上帝嘛讲同款的信息，对北方有一国要来攻击巴比伦啊，真正是对耶路撒冷、对犹大讲有对北方来即个审判，即马对巴比伦嘛是讲对北方来审判。所以这个犹大对北方来就是巴比伦，因对北方落来。即马巴比伦呢，因是对北方落来，就是这马代人，
总是马代甲以兰，这个波斯，波斯其实是伫因的东南边，马代是伫因的北边米底亚，总是因是联合起来，变做联合，所以连这个代志，上帝拢有讲到，是联合起来，然后对北方来甲因攻打，然后透过幼发拉底河这个河水改道的时阵，按来甲因攻破入来。所以连真生拢走了了，就是拢空空。这个巴比伦是世界强、世界大、世界第一厉害的这个国家，总是嘛是短时间，这个新巴比伦帝国还未坐好烧，还未坐超过100年，就去完全来灭掉。上主讲，希腊教，这犹太人。甲以色列人，因要哪行哪好，这是咧讲到因受掠倒转来的预言呐。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总是因要问转去是安的路，因为受掠70年的中间，因根本就唔知影家己的故乡的路已经袂记得，70年，莫讲70年，有时阵7年，离开通7年，佮转来，发现讲即个桃园，真正的路拢变无共款。伊就讲咱明色安，要问去遐个路，因要来甲上主立永远的约，所以伫耶利米书30章到33章，这安慰的信息，上帝要甲因立新约，这嘛是因转来时阵，因要伫即个所在甲主来结连，所以总是因搁咧上帝搁咧回讲，因为什么？因变做失迷的羊，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是因为因的牧者。就是因的君王，互因行迷路，互因去到这个受掠的所在，无甲因教导，所以因对大山行到小山，找无家己的羊条，拄着因要甲因吞食，因会对着甲因讲，我若是甲恁处理啊，拢无代志，因为这是你应得的应该受的刑罚，总是上主这上主的话，讲唔通继续踮伫巴比伦，就爱离开巴比伦，因为即摆话巴比伦有灾祸，真正讲讲因受掠去到巴比伦的人是一人即个一好的无花果，颠倒留伫耶路撒冷，犹太是歹袂当食的无花果，但是即摆时间到啊，上帝讲就爱离开，因为是巴比伦即摆要受灾祸啊，所以伫25章的第14节。耶利米书第25章，这是讲到70年的的信息。耶利米书第25章，有讲全国拢会趴远，互人着惊。这个国家会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末了后，上帝要因为巴比伦王甲这个民族所犯的罪，甲伊刑罚，消灭这个国家，互迄个地永远荒废。我要互我针对这个国家，就是巴比伦所讲的话实现，嘛要互记载伫这本册，就是耶利米书。关系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实现，我要照巴比伦人的行为，甲因的手所做的报应，因为有真侪国家大君王掠因去做奴隶，因拢掠人来做奴隶。即摆话巴比伦去互人掠去做奴隶啊！所以上主讲，就离开，亲像埃及，也不是他们久留之地，好像又一次的出埃及，基本上是出巴比伦。我要发动北方的大国联名，所以讲到马代甲波斯联合来攻击巴比伦，安怎来甲因进攻，安怎甲因攻破？巴比伦互人抢掠伊的，拢抢甲心满意足，就是满怀而归啊！上主安尼宣布。煞者对第11节到20节，是讲到巴比伦沦陷的情形，甲以色列人登到故乡的情形。继续请立主长老传咱读对11节到20节。上主讲，巴比伦人啊，恁像我的产业欢喜快乐，都跳来跳去，亲像在轮五谷的牛母，亲像勇猛的马大声吼。恁的老母话非常见笑，生恁的话感觉老气。看咧，巴比伦会变做上弱小的国家，变做大数无水的旷野，因为上主发大受气。巴比伦一定无人徛起，要完全趴远，对遐经过的拢会着惊，佮因为因所拄着的灾祸，甲因踢笑，射箭的兵啊，着排阵包围巴比伦城，着用伊射箭，毋免报销恁的钱，因为巴比伦得罪上主，恁着伫巴比伦视为化险。巴比伦已经投降啦，
因的堡垒倒坏，因的城墙受拆毁了。这是上主在报仇，恁嘛着对伊报仇。伊安怎对待人，恁嘛安尼对待伊。亚种的甲亚念日啊，收割的，着拢甲伊对巴比伦消灭。为着要闪避来侵犯的军队，车来所有寄居的拢倒去本族，走转去家己的故乡。以色列是互宰赶山的羊，大先互亚述王吞食，后来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压断骨头。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安尼讲：看咧，我要刑罚巴比伦王甲伊的国，亲像我刑罚亚述王同款。我要带以色列倒转来因家己的草埔，因要伫加比甲巴山食草，搁伫以法莲山区甲基列地区享受遐出产的五谷。伫迄时，以色列的罪过查拢无，犹大的罪恶嘛找无，因为我要赦免我留落来的子民。上主安尼宣布。伫即段中间，咱看到巴比伦因过去安怎甲人欺负，即马换因去互别人来欺负，所以这形容，讲到巴比伦，因下遮所受的艰苦，拢是因过去安怎来对待别人，即马上帝嘛安尼来对待因，互因变做上弱小的国家。变做大数无水的旷野，上主发大受气，互因无人徛起，完全趴远。因过去就是安尼去处理别人，即马话因互人处理，所以变做因互人来踢球。所以才14节，才形容因安怎去对别人射箭。即马话因去互人射箭，因安怎去甲人包围，即马话因包围。伊安怎人甲因安怎踢笑别人投降，别人的堡垒毁坏，即马拢轮到伊，所以15节，伊安怎对待人，恁嘛着安尼对待伊哦。所以咱讲这是巴比伦的回力标，这嘛是这章内底的一个重点，就是一直上帝都让他们去经历他们所经历，这嘛是互咱看到圣经的一个标准哦。你若疼别人亲像家己，安尼你着即个疼，最后是转到家己的身上。若是歹款待别人，安尼最后即个歹款待，最后嘛是转到家己的身上哦。所以亚境的，即个收怪拢共款，因最后呢，拢要相比，然后城内寄居的拢倒去，本来大家是来投靠，要来遮趁大钱，要来遮挖金矿，要来巴比伦发大财，最后呢，拢空手而返了。以色列，第17节，到20节形容以色列因转来时阵，本来是互西就是巴比伦赶山的羊群，大先是互亚述北国以色列开吞食，后来是南国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压断骨头。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看咧，我要刑罚巴比伦王甲伊的国，亲像我刑罚亚述王共款哦。所以亚述帝国怎么样被巴比伦帝国追赶、追杀、攻打？即马这个历史大剧就开始上演。哇，巴比伦即马就要去波斯帝国追赶、追杀，伊根本连走拢袂赴走，就直接去关门打包，关门大吉。我要带以色列倒转来因家己的草埔，因要伫加比甲巴山食草，搁伫以法莲的山区、基列地区享受所出产的五谷。这个所在19节讲到这些地方呢，就是北国以色列的东西南北，代表这个以色列安怎去亚述灭亡，即马巴比伦共款，到迄时以色列的罪过拢查拢无。犹大的罪恶嘛找无，因为我要赦免我留落来的子民啦。所以迄时呢，就是上帝伸冤、上帝报冤的时呢。这个北国以色列本来去上帝骂甲足忝的，派足多先知，甲因教导，甲因管教，甚至将整个北国以色列拢拜偶像，拜甲密密麻麻。19个王当中没有一个好王，但是最后上帝嘛要因为像呢。因为伊所留落来，我要赦免那我所宽赦的那些存留下来的子民。所以重点是对呢，重点就是要安怎伫乱世当中存留下来，
要安怎伫即个国家变换变动的中间，吼，因也会当继续活落去，吼，是互咱看到因最后安怎来留落来，直到得到上帝的赦免。煞接21节，一直到32节，是讲到上帝审判巴比伦啊。好，咱先看前半段，请立柱长老继续从咱来读第21到32。上主讲，就上去攻击米拉大王的地，甲比甲的子民，就甲因全部消灭，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去做。巴比伦境内有交战的声，阁有大毁灭，拍全地的大击锤。巴比伦已经毁坏转去啦，列国看到拢着惊。巴比伦啊，你对抗我上主，所以我甲你设活答。你互伊达到，既然毋知，你互人找着、掠着。上主已经开武器库，伫受器中掠出伊的武器。事关上主万军的统帅，要对付巴比伦，恁着对这个方向进攻，开伊的切窗，甲战利品下做堆，亲像塔五国，全部毁灭，无留半项。着杀因所有的战士，甲因拢总消灭。巴比伦惨啊！因受刑罚的日到了。对巴比伦逃走出来的难民讲：上主，咱的上帝伫锡安在报仇，因为巴比伦人毁坏伊的圣殿，就召集射箭的兵攻打巴比伦，伫伊的四周围扎营，连一个都毋通互伊走去，就照伊的所做，甲伊报复。伊安怎对待人，恁嘛着安尼对待伊。因为伊骄傲背逆上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因的少年人会伫广场互人抬视，同迄日因的战士会互人消灭。上主安尼宣布，事关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骄傲的人，你看，我要攻击你，我对付你的时日已经到。骄傲的人会滑倒，无人甲伊扶起来。我要点火烧伊遐的城镇，将伊四围所有全部烧毁。好，伫遮看到上帝讲到巴比伦因安怎受审判，就是因为巴比伦伊的骄傲，所以因的骄傲带来因的这个毁灭。因的骄傲就是尼布甲尼撒，伊拢信任上帝，但是伊无专心侍奉上帝。直到伊的囝婿，囝婿的囝，拢无好好来敬拜上帝，所以上帝原来早就已经定着伫即个所在。上帝早就固定伫即个所在，上帝也开伊的武器的仓库伫受器中间，来提取伊的武器来对付巴比伦。所以因所伫职称，因甲因战利品，贴做堆，亲像在贴五国，总是全部拢要毁灭，无留半项。所以因所有拢要安怎受毁灭？因为28节讲对巴比伦逃走出来，这难民讲，上主咱的上帝伫锡安达在报仇，因为巴比伦人毁坏因的圣殿。所以毋是只有因无敬拜上帝，是因为因过去所做遮个歹代志，对上帝无尊重的代志，上帝拢即马一条一条甲因来算数。29节讲，就照因所做甲伊报复，伊安怎对待人，伊恁嘛着安尼对待伊啊。所以则个重复讲一间，对进前15节讲，即马29节个讲，因为这就是上帝的原则，伊。巴比伦骄傲背逆上主，以色上帝，所以因的少年人互人抬视，因的战士互人遭灭。上主要攻击骄傲的人，这个时日已经到，骄傲的人会跋倒，无人甲伊扶起来。上帝要点火，来烧全部遮的城，拢要甲伊烧毁哦。所以这是上帝报冤的时啊。伫这个。马太福音第5章、马可福音第4章、路加福音第6章，耶稣拢讲就赶快，你们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们就要怎么样待人哦。所以古有的标准是按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上帝就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所以安怎对待人，上帝就安怎对待咱。所以最后33到33
到最后46节，好，咱看到上帝搁一摆来责备巴比伦，好，上帝要来亲自来报冤，好，最后搁请立主长老带咱读，好，33到46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以色列人甲犹大人拢受欺压，遐个掠因去个，甲因掠条条，毋肯放伊走。救赎因的是上主万军的统帅，我有大气力要替因伸冤，互全地得到安息。毋过我会互巴比伦的子民大惊惊，刀剑会来攻击巴比伦人，攻击巴比伦的子民甲因的官员。以及有智慧的人，上主安尼宣布：刀剑会来攻击术士，因为变做愚妄；刀剑攻击巴比伦的勇士，因就惊惊；刀剑会来攻击因的战马、战车，以及所有住伫因中间的外族人，因为亲像富人人遐尼软正。刀剑会来攻击因的财物，因就受抢夺。因的河流因为抗旱大哭哭，因是拜偶像的国家，恐怖的森林互人癫狂，所以旷野的走兽甲豺狼要住伫遐，刀鸟嘛要伫遐出入。毋过遐无人住，永远无人伫遐徛起，拄亲像索多玛、蛾摩拉以及因附近的城镇受上帝毁灭。巴比伦袂阁有人住，嘛袂阁有人伫遐寄居，我上主安尼宣布：看咧，有一个民族要对北方来，有一个强的国家，甲真侪君王对前远的所在准备要出征。因夜景夜枪，但冷无情。因的声亲像海冷哗哗吼。巴比伦人啊，因骑战马，团结同心，排阵要攻击你。巴比伦王听到这个消息，手拢软落去，伊非常痛苦，亲像产妇在吹阵。我要亲像驶对约旦河边的树拿出来，去攻击青翠草坡的羊群，真紧甲因赶走，离开因的国土。我竞选什么人，就派伊统治这个国家。啥人袂当甲我比？啥人敢传我出庭？倒一个统治者敢对抗我？恁着听上主攻击巴比伦甲伊的子民的计划，因连上弱小的都会互人拖去。我一定会互因徛起的所在荒废。巴比伦倒坏的声，互地大震动；人哀哭的声，痛到列邦。好，咱看到最后这段，好是上帝搁一摆来宣布对巴比伦的审判，好，甲对伊的罪恶，好，一直到51章结束。好，所以上帝好因救赎伊的百姓，好，救赎因的是上主，好，就是伊的子民，好，我靠上主，上主要巴比伦拄着惊吓，好，互巴比伦不管因是有术士，也是因的智慧的人，也是因的子民，也是因的勇士。好，拢会共款惊吓，好，甲巴比伦有关系，即马拢害啊，好，拢要受上帝的审判。因所住的所在，因所拜偶像，好，因所服侍的生灵，好，最后拢变做是空吼。好，40节，好，则讲到巴比伦亲像索多玛、蛾摩拉，以及附近的城镇共款受上主的毁灭，无人寄居伫遐，无人伫遐寄居，所以变做是趴远。这段嘛是甲49章，好，第18节，好，昨咱读到这个以东，好，嘛是共款安尼来形容啊。然后41节，好，到43节，好，则讲到对巴比伦的预言，好，这段呢，好。咱嘛就那可能小可有印象，就是第6章，第6章的22节，甲6章的24节，这是上帝当时一开始对亚利米、对亚罗撒冷所讲的话啊。6章22到24，基本上呢几乎是一样的，又搬到50章的41到43，只不过呢，将这个所在本来是亚罗撒冷啊，即马改做是巴比伦，所以因都拄着情景，真正上帝互因拄着同款的代志。即马耶利米少年18岁阵，讲同款的信息，讲头一摆的信息。即马40年以后，佫讲同款的信息，是针对巴比伦。
所以巴比伦王听到这个消息，伊的手拢软落去啊，非常的痛苦，亲像珊瑚在吹灯啊。然后40到46这个我们更有印象。这个咱长所台49章，19节，甲21节，也是一样，伊安怎对待，长是读到这个以东啊。以东，上帝安怎要来刑罚以东？即马呢，共款，要安怎来刑罚？这个巴比伦咯。所以咱看到这个巴比伦的结局的时阵，安尼咱就会亲像这个先知，这个哈巴谷共款，袂安尼，上帝啊，你来叫一个歹人，互这个歹人摕到遐悬的所在，但是呢，我拢毋知要安怎，但是上帝早就定着，所以哈巴谷先知，伊最后就是阿罗上帝，伊心内底就无搁对上帝来受气，共款，不管咱对这个世界局势安怎样烦恼，安怎操烦，对咱台湾的前途，安怎样。在烦恼，但是咱犹原爱对上帝有信心，爱相信上帝在掌权。咱爱做就是爱倚靠主，爱来照上帝旨意来行，爱听清楚上帝伊所讲话，伊所要行的路。安尼咱才会当伫上帝伊在调动世间万国的局势中间，找到迄个会当行落去的路，咱才会当找到迄个头前会当行的路。所以搁一摆用今日礼拜要用的金句啊，伫迄时，以色列的罪过拢查拢无，犹大的罪恶嘛找无，因为我要赦免我留落来的子民，上主安尼宣布，愿咱因为通过悔改，搁再悔改，谨慎搁再谨慎，真做迄个留落来的子民得到上帝赦免，愿上帝帮助咱，也互咱会记得，咱要安怎上帝安怎对待咱。咱就安怎去对待别人，安怎对待家己。好，咱今日就分享到这，多谢李主长老，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读到耶利米书，互阮得到真侪学习，也得到真侪境界。上帝，你伫旧约、新约，你的标准拢同款。上帝，你是这个世间的主，你对每一个国家的心意嘛是同款。互阮特别是阮现在所处在的这个环境。互阮真正会当听到上主的声，照上帝你所爱公义慈爱甲怜悯来行，互阮真正会当互真做上帝你所留存落来的子民，互阮伫主的面前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稳定接纳，甲上帝你的看顾甲保护。虽然有时阵即个城市局势真歹真危险，总是倚靠上主的人会当得到保护，会当得到倚靠。因为你是阮的石盘，是阮的避难所。阮搁一摆向主献上阮的感谢，也祝互阮伫今日主日的敬拜，也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兄姐的家庭，大家拢会当出入得到平安。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祈祷甲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感谢张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盼望。